如果你係第一次嚟紐約搭地鐵，好可能會犯咗呢啲嘅錯。好多遊客第一日就迷咗路1個鐘頭，甚至搭錯方向去到完全唔識嘅地方。今日我同你講5個搭紐約地鐵好可能會犯嘅錯誤，只要避免呢啲錯誤，你就可以好似本地人咁輕輕鬆鬆搭地鐵。錯誤1：搭錯方向。紐約地鐵最常見嘅錯誤就係搭錯要去嘅方向。好多遊客只睇地鐵線，但冇睇到終點站去邊，因為坐錯去 Uptown 或者 Downtown 方向。如果方向錯咗，你可能會越搭越遠，咁就打亂你嗰日嘅行程啦。錯誤2：搭錯 Express。紐約地鐵係有2種唔同車行走，要睇清楚係 Local 定係 Express。Local 車佢係站站都停， Express 嘅車就只停大站，一啲 Local 站係唔會停。如果你本來要去一啲細 Local 站，咁如果你唔好彩搭錯 Express 車，咁佢就會飛站飛過你要去嘅地方，咁你就要坐回頭 Local 車先去到啦。錯誤3：唔識用 OmiCard。以前好多遊客都要排隊買 Metro 卡，不過 Metro 卡喺2026年已經取消咗啦，所以而家最方便嘅方法係直接用手機或者信用卡 tap 入嚟。呢個系統就叫做 OMNY， 係 One Metro New York 縮寫，就即係用手機拍你個 Apple Pay 或者係 Google Pay 入嚟，就係咁簡單。另外，當然你可以買呢度嘅 OmiCard， 就即係紐約嘅八達通。有咗嘅之後，就可以係紐約搭地鐵、巴士或大部分公共車都可以用到。只要你喺地鐵站嘅服務處或者自動售賣機就可以買到㗎喇。不過我就建議你哋用手機 Apple Pay 或者 Google Pay 就最方便啦。錯誤4：高峰時間搭地鐵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嚟紐約玩嘅遊客，最好避免係朝早7到9點或者下晝4到7點搭地鐵。呢個係紐約地鐵返工或者放工最繁忙嘅時間，好多車廂連企都企唔到入去，咁就無謂浪費你去紐約玩嘅時間啦。錯誤唔睇清楚出口就出。好多人唔知道紐約地鐵一個站可能有好多個出口，如果你走錯出口，可能會走到完全唔同嘅街道。係 Manhattan， 有啲出口可能會差2-3條街，到時要你行返轉頭，又遇到落大雨或者落大雪，咁就麻鬼煩啦。總結一下，嚟紐約搭地鐵，記住呢5件事。第一，睇清要去嘅方向，唔係就越走越遠。第二，分清要 Express 車定係坐 Local 車，坐錯就要搭返轉頭。第三，選用手機支付車費或用 OmiCard。第四，盡量避開返工或放工高峰時間坐車。第五，睇清要去嘅出口，無謂走多冤枉路。
學會呢5件事，你就可以輕輕鬆鬆搭地鐵去探索 Manhattan 大都會另一面。